三啊三，哈，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哎呦，来了大家安吧？安，我是冠星。好，哦，好，来，今仔日真欢喜吼，今仔日，今仔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吼，对，咱的即个神庙起甲差不多啊，咱嘛爱选出新的主委啊，今暗是咱主委大选的辩论会兼投票日，为着互咱的辩论会顺利进行，咱嘛爱选出，读毋着，哈哈，袂讲特别邀请到公正的即个一两三，咱有三个人，袂讲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公正第四方，来替咱主持即摆的辩论会，为着互为着互小等的即个辩论会顺利进行，请大家毋通大声喊休，就算你无支持遮个候选人也是你足支持遮个候选人，拢毋通大声喊，嘛请大家甲手机爱记得关机啊，毋是啊，你哈，关机是要安怎看？你手机关起来，开始关录音是吗？好，安尼就莫关，拢莫关，免关免关，那你敢袂当大声话休？袂使哦，你若准就是检举吼，就是直接落去，对丢掉。迄个今日主持人会甲你瞄掉吼，好，回dit讲到这主持人，咱大家扑啊声吹落，咱来欢迎即位面容那天使，声音那天使，因为伊原底就是天使的天使希尔。耶！大家好，我是亲像赛的，没有啦。家己讲的哦，你家己讲。听赛一直觉得听起来像大便哦。好，那让我来为你们献上一个激励人心的引言啊！一个称职的主持人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主持爱公正，第二个是规则爱公平，第三是话不要伤济。那以上这些话是行销的各位给我的参考词，因为我想毋到要讲啥物，所以直接摕来用，真正舒服。我在此先来宣誓，我绝对上公平、上公正、公开且公平、坦坦荡荡、坦胸露背。食芋头的人拢爱给我下地狱。好，究竟今年哪位新民代表会当成为一个公庙的 C 位呢？话唔歹伤济吼，话不投机，渣就多。当天上赞的甜点就是麻油鸡火锅。好，让我们开始这一次的神霄主委政见辩论会兼选举。辛苦大家！我是台语学士学位毕业的。哇！这空中无敌国真的是太厚啊！对吧？我的台语凌驾这三位之上呢，开什么玩笑？好的，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希尔，天真善良、纯粹可爱、美丽动人、善良、的优雅贤淑，在人界大家都视我为知识型 VTuber。那我是台语是拿到了那个哈佛大学学士学位毕业的那个，就是对，我的台语在哈佛大学读的。好。那每日一初恋，待我如初恋。今天我就是你的初恋哦，耶！候选人，赶快谄媚我，快点！哇！哇，你的台语有够水，从来捌听过遮尔水的台语。哇，美国台语。美国回来的吼，好，那再来为各位介绍今天的候选人。那1号候选人陈乐欣，耶！大家好，我是陈乐欣。一天三顿食伤少，加食宵夜拄拄好。大家暗安高早，我是1号陈乐欣。好的，那让我们来欢迎第2位候选人是罗后山。大家好，我是何山吼，要紧。大家好，我是2号的今日爱延续
颜色，就是今仔日是一个足沉重、足肃穆的，毋是肃穆，足严肃的迄、个场合。所以讲，大家好，我是2号的主委候选人罗武生。对，主委选阿生，互你来年生后生。多谢大家，多谢。哎呦，好心，大家不想生的不要投啦，吼，那小孩子不好养。啊，今日就是听讲爱公正，什么意思？我很公正啊，我很公正啊，对不对？不要投他，投他。好，第3位候选人，让我欢迎林冠希。顾骨头就爱啉牛奶，顾头脑你就找冠生。大家平安，我是冠生。不，下圈。什么意思？现在伊有特别有迄个，也要那个不。哦，无，我是讲说，现在你无 Q 我做伙，不，不。好来，好的，那今天就由我来替大家说明一下这一次辩论会的规则。好，我们现在现场都有装计时装置，确保大家不会超时。如果候选人讲太久的话，注意听好哦，我就会慢慢的把你消音哦，哎呦，不反抗，那你们都不要讲话好了。OK， 不要讲，我是无话通讲了。唔知要讲啥。OK， 好。那再来是申论阶段，请每个候选人发表自己的政见，每一个人各5分钟。那顺序的部分呢，我看一下是由，看一下顺序的部分是照刚刚的那一个候选人顺序这样，然后交叉诘问的阶段，让每位候选人轮流对其他候选人做提问的部分。您有1分钟的时间，可以对另外2位统一提问。然后这1分钟内呢，你如果想要对他们打架，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关系啊。2位回答者各有2分钟可以回答，就是包含了你们打架啊、吵架的时间，可以吧？可以接受吧？有一个拍袂啊2分钟就拍会过啊。哎呦，哦，会是我们的后刷哦，很强哦。无心啦，无心是吗？你叫无心是不是？好，今日第几摆？不是啊，不是今日第几摆，今年第几摆啊？就是我记下来。不要紧，今日就等呢，稍等就是下播吼，伫遮伫迄个咱的 channel 该做。我是主持人哦，你确定不谄媚我吗？哇！哇！就候选人吼，候选人咱做候选人的人吼，是袂向即种无正确的迄个势力，就是下头的。OK， 听无？下去。OK， 好的，那来说一下。轮流的那个顺序哈，等一下交叉诘问的阶段是绿星先问，然后雨生跟冠生答，然后再第2个就是雨生问，然后是冠生跟绿星答，最后一个就是冠生问，那绿星跟那个雨伞答。那最后做个结论的话，就是每个人3分钟。那整场辩论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带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心。来就是互相用政见赢取彼此的那个认同嘛，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啊，如果你们辩论辩不赢的话，可以用吵的哦；如果吵不赢的话，可以用打的哦。我要看到血流成河。啥？拍朱麒麟心。哦。对，另外是你讲话，我就拍死了，拍一罐。我唔是刁过伊要讲话哦。不要紧。小等就安尼，我知影。即种会用暴力来攻击主持人的候选人，大家知影哦。大家知影哦。哪里公平公正哦？公平公正啊！好，请大家继续，不要紧，我真正无啥物意见。好哟，后山无啥意见正常啦，后山袂讲话啊，对无？哇！
你看，就讲啊，后山袂讲话啊。所来是，所来是应该爱开始，对不？嘿，扫到来就是申论的时间啊那个规则已经说明完毕，有没有听懂是你们的事情。好，再来就是看各位表现了。那我们进入申论环节，那让我们欢迎第一位候选人丹肉心。啪啪啪，B B A B C A B C， 麦克敢有声，麦克敢有声。好，我看到我的时间开始啊吼。大家好，我是丹如心。足感谢今仔日咱上天真善良、单纯可爱、美丽动人、三心两意、三番两处、三种四德的知识型爱豆4儿来做咱的主持人吼。我嘛足感谢我的两位。我嘛足感谢我的两位这个可敬的对手，今仔日拢无闪避，足勇敢来到遮。重新说明一下，顶个迄落公听会有讲过对无？就是核心正经的方向有3个。第一个就是要来改善来庙里的体验，第二个就是要互庙搁活起来，第三个是要改善代理人的劳工权利，就是伊的劳动条件。除了这3项代志以外，核心即摆上重要要推甩的代志，就是一天3顿食上少。加食宵夜，拄好的理想。大家对我讲一解，一天3顿食上少，加食宵夜，拄好。就是讲咧，咱人一天3顿食上少啊，安尼无够，爱加食宵夜才好。大家敢知影？如心即摆去打狗，前几工，如心去打狗，就是高雄啦，食着偌济好食的物件。我甲恁讲，头一工有食着韭菜鸭肉，搁食着足好食迄落燕麦冰淇淋，搁有足好食的番茄仔，搁有披萨，搁有炊卵汤。大家敢知影炊卵汤是啥？炊卵汤就是伊甲一粒炊卵放伫汤内底煮汤的呢，有够甜，有够好食，而且内底搁有番麦搁有肉，哎呦喂啊！有够好食，真正有够好食啦！搁有暗顿好食迄个印度咖喱，大家敢有去看到什么 Twitter？ 有什么 Twitter 顶面有放迄个印度咖喱的迄个图、迄个相片？虽然讲逐项通常拢是就是已经食2喙了后才想着，翕相互大家看，才搁开始翕。我迄天我有食一个烘饼，是印度的烘饼，另外一个是羊肉的咖喱。搁一个是鸡肉的咖喱，搁有毋是番麦啦，甘仔米的迄落，对，是北港菜，就是炊卵汤的部分，搁有迄天搁有食啥食伤济就想袂起来宵夜的时阵去食好食的关东煮含烘蚵卵呢，我第2天透早就去食鸭肉饭。毋过毋是大家推荐的盐店的鸭肉饭，是伫林园的鸭肉饭哦。迄鸭肉饭同款有够好食啦！我甲恁讲，大家可能会想讲，稍等咧，大家可能会想讲遐尼济，这物件含正经有啥物关系？当然嘛有啊！咱台湾好食的物件遮尼济，一天3顿，要哪有够？所以推上即个。一天3顿食上少，加食宵夜拄好的政策，会当互大家食搁较济的物件，嘛会当互咱的经济进步，对无？大家恁想看觅，一天3顿，若是你今仔日加食1顿，变做4顿呢？我算足久诶，变做4顿呢？4顿就会当互咱加消费1顿的钱对无？安尼就会当互咱的经济进步，会当创啥？我头有讲。第2项是要互庙搁活起来，第3项就是要改善代理人的劳动条件。经济进步，就通互庙讲代理人单入心食搁较济的物件，安尼就是改善代理人的劳动条件。大家讲对毋对？食饭皇帝大，请大家一定爱加食宵夜，而且高雄真正足好耍，搁足好食的。大家，我甲恁推荐啦，
真正一定爱去食，佮有最好食的冰淇淋呢。啊，迄鸭肉饭啊，甲恁想象中的鸭肉饭，有的人可能会想讲，迄个鸭肉饭啊，伊可能是顶面的鸭肉一片一片放伫桌仔顶，毋是桌仔顶，放伫白饭顶面尔，对无？毋过毋是，是安怎时间无去啊？敢是我会当，就是佮加讲足久。啊不，你袂使，你继续，你时间要不够了啦，你把它当杂谈呢，我的天哪！什么合作你袂使你继续，是爱继续啊，是多爱停啊。好，大家，我是1号陈如新。好，大家，我想着新的口号啊，多谢这个甲天才米。顿1号加一顿，顿1号加一顿，大家记牢这。好，我的即届新论的部分就讲到安尼。啊，讲华语，倒位讲华语？好，就安尼。感谢。你顾你还有时间呢？啊？我看一下哦。哎呀，我还有时间。对啊，你还有时间呢？我想讲时间无啊。那安尼，搁讲一间口号，就是我看迄个选举场嘛，伊毋是拢会伫台顶，我搁有偌久啊。你还有啊？冠，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哦。我看一下毋是拢会伫台顶讲一天3顿食伤少，啊，我讲一天3顿食伤少，恁着爱伫下骹讲加食宵夜拄拄好，来，一天3顿食伤少，加食宵夜拄。耶！把它送下去，快点！耶！送它下去。好的，那感谢我们的第1号候选人陈日新的申论。你是不是很肥啊？你好像很胖哦。原来，哎呦，你是不是你的志向应该不是要复兴那个庙吧？你是不是想要当连珠啊？哇哦，主持人安尼讲啦。咱智慧的化身安尼讲话。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没关系吗？那就是等到过年之后把你杀掉喽。太棒了！原来你想成为精神粮食，可以啦，这个庙啊也不错，对不对？养一只人形年猪。伫我红食去进前，我就会先甲你食掉啊！哦哇！不要，可以保护我吗？这边有请保镖吗？我有保镖可以。我来保护你。不，小，你听我讲，若是讲你我即马保护你，你敢会使甲票转互我？但是你食芋头，你去死啦！安尼，伊就无要紧，等下先来哦，即摆会使啊。安尼，若是我保护你，是毋是我还有机会？我无食蚵仔。你有，但是你保护我，哎，我会当为着死了吼，自即天开始我无要食蚵仔。哎，我就欣赏这样子的啊，我就欣赏这样子的。开始我无咧食梅仔粉甲盐水。啊，你原底就无咧食。古水的物件拢最好食，死儿你敢有古水？我不可爱，我很丑啦，好不好？我很丑，对不起啦。你就古水啊！救我！好，我不要被吃掉。我靠你！哦。我要跑路了，好，赶快，我们赶快结束这个。好，那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第2位候选人。我们的第2位候选人是罗火山，欢迎，大家大家耶！开始计时啊未？应该咧走是吗？好，对，快点。严肃的形象，大家好，我真正，我今日真正是认真的吼，大家听看觅。大家好，我是2号主委候选人罗武生。主委选后生，互你来年生后生；主委生后生，毋是啊，主委选后生，互你官位一直升。头起先，我参选的原因，就是因为看到主委选战内底无适合的人才，还是，请大家注意吼，另外2位的候选人，头一位毋是拢无伫咧咱新庄，另外1位就是拢并大出门。只有我新庄的无成啊，亲近新庄300年。
只有我，你阿嬷想要行，拢行不出去。无啦，我是讲为着新庄来拍拼，大家讲对毋对啊？我即摆互大家20秒，请大家讲对。为着平常即摆大家敢有感受着？平常时你去拜林冠星的时阵，考试嘛无一定会有分。选举的时，吼，才为着家己的选票，来甲分数放互需要的人。上重要的是，罗天公的忏悔的艺术，一直是咱城镇上乌爱的财政破空之一。大家啊，这款的候选人，这款的单位，敢会使互大家一个美满的未来。但是咱卫视电无共，阮卫视电上接地开吼，直接通到地下18层，接着天然气啊。罗武生，大家的好朋友，永远伫大家家门头前拍上济鬼，永远拢伫初一10的时阵，向恁囝手鸡腿。我听过一个人吼，伊讲伊内裤补10档，后来伊总统就当选。大家罗武生行内裤拢留互大家啊，是遐尔纯洁，遐尔勤俭。上尾提起各位选民票，当互罗武生抢救票，当互罗武生，互你的 CP 上高升。多谢大家，多谢新增，多谢赵呀。啊，若是讲你食盐水，请你去死，谢谢，拜托。好，以上就到这。我们感谢2号候选人的老侯刷啊！你谁时间哦？我嘿，你无等，卖照，现在剩下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好不好？会使。就是你作为雨伞哈，就是你作为雨伞生活了这么久哈，可以发表一下你的心得吗？什么叫做雨伞的心得？我无做过雨伞，但是讲我做过地基主，对。但是雨伞敢有心？啊？什么雨伞敢有心？1号候选人，你即摆是什么意思？心得？心得？我听不懂。即摆已经毋是讲台语的听无，是讲你是咧讲人话啊？讲谁对？你毋是讲你请雨我伞？新任的时阵，已经就是接受大家的质询啦。不要紧，会使。你讲雨伞啊，讲雨伞的心得，你爱有心得，你着爱先有心啊。我头拄我知影啦。你叫我伊讲心得。他说你就是没心没肺，然后还没有穿内裤，然后又丑又肥又懒，这样他就是说你是畜生啊，只有畜生没有心。绿心怎么这么过分啊？哇，1号候选人可以这样吗？不要紧啊，大家好多，低价，不要紧。莫看伊的台，看伊的台。看。伊绝对无讲啥物莫看死的台啊，对，绝对毋是我讲的，莫看死的台，我的台。绿心你就莫看，你就莫看我的台啊。我倒摆拢冇去，我定去咧。你看要吃我又不看我的台，太过分了吧？对，即摆是我的时间我多传一下票等互罗武生，互你的 CP 上高升。就你若是讲我即摆票等互我，以后我就去考迄个自行牛的迄个选人请大家爱注意袂选调，就要去考别项哦。你是你？啥物意思？你你是你。阿双有人讲，阿双一开始竟然无讲想要转互我，即款的选民无选民请转互我。哔，好好注意哦，哔哦，倒数哦。我帮广大的信众再问最后一题，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很在乎这个啦，好不好？我帮你加码时间，反正我说了算好啊，林冠勋即摆爱靠你的时间这种主持人，好爽。好，那我要来问你，假设你有信众来跟你说我的 CP 是骆宇生跟林冠生，然后我希望他们上上下下不事业，然后一直都为爱鼓掌，那请问你会帮他们实现愿望吗？你刚刚说会越生越多哦。伊嘛着
就会使互因伫遮落地啦，就毋是我的选民啊，就是我爱管的人啊。哎呦，哎呦，大家听到了吗？你看看这个回答，你们满意吗？我跟你讲，公道自在人心呐，好吧，下去啊。什么意思？哦，1分钟诶！哦，不要。没有了，那个把他关了，下去送他下去，mute 掉。哦，会使，不要紧。多谢大家啊，会记得。哦，失望回答真是让人感到太失望，大家心里有底啦，好不好？那让我们欢迎最后一位啊，我们的第一阶段申论的最后一位第3号候选人林冠生。耶！哇，大家平安。现在我有特别犹太。现在我敢1分钟。系啊，我开始讲啊。现在我敢1分钟。57、55。多谢，我知影吼。好啦，是啥物意思？大家平安。我是冠生。冠生今仔日出来选吼，其实是为着要替大家服务吼。无亲像有诶候选人参选是为着家己诶利益才来选，对，开经好，搁升职，这著是为着大家诶利益，吼。冠生最近吼有看到有诶迄个候选人，做要安怎讲？为着家己诶利益，著想要得到即个职位吼，也有迄个想要甲庙改建啦，讲啥物要甲香换做普去诶啦，搁有迄种家己无想要穿内裤，佮硬讲迄是正经诶啦，冠生甲遮诶人拢无共哦，冠生今仔日出来选。就是为着要互大家生活好，咱生活要爱好，大先就是爱解决互大家无舒适的问题。可比讲有个人伤吵，大声咧喝休，造成信众朋友甲庙公的困扰。庙公即摆耳仔已经开始听袂清楚啊。最近甲庙公沟通做问题，甲伊讲早顿要食啥伊拢。我真正是。讲袂掉，想要问即个代志。现在你知影，比如讲的耳啊，你是。伊会问讲，无啊，伊会问讲，咱迄个早顿要食啥？伊无问你是因为你，伊若问你，伊应该着念伊破产啊，透早直接破产安尼。好，会场吼，咱就是应该甲即种大声喝休啊，伤害别人耳仔的人包起来看是要抬起来，还是要等入去海底拢会使。毋过若是即个人气力伤大吼，安尼咱着只好甲规个乐天宫拢包起来上好规个包甲拢海绵啦，安尼才是咧顾虑大家耳仔的健康。好，讲到健康，咱搁爱讲到即个喙齿吼，就是为着要互大家喙齿保持正常，咱应该爱甲庙边仔的迄个逐间餐厅吼，拢好好检查一下，若准豆油膏袂甜，安尼迄都毋是豆油膏吼。咸的是豆油，豆油膏是甜的，你若是豆油膏无甜，安尼是咧欺骗信众朋友，安尼冠生无法度接受安尼是互咱后一代的喙齿无法度分辨是非善恶，这是一件足严重的代志，所以咱应该爱甲即种危险的店，咱甲拆掉，冠生建议毋管是啥物人当选咱拢爱正视即个问题，爱严格执行。食着倒一间的豆油膏袂甜，直接拆掉，咱子孙的健康、幸福的未来，互咱来守护。对。讲到这倒数1分钟倒数1分钟。讲到咱后代的健康大家应该嘛拢做要以少年朋友的成绩，冠生有发现，对，出现阿酸我的即个服务的主要对象各位学生啊学生朋友冠生若是当选我一定会互恁所有的成绩拢开经好，佮升10倍
票，诸位景冠生，幸福过一生哦。这毋是贿选哦，这是冠生对大家即个承诺哦，请大家认真为家己的未来哦来想看卖哦。好，甲票转互冠生，恁的好朋友，互冠生保护大家的耳仔，互冠生保护大家的喙齿，嘛互冠生保护大家的成绩。多谢大家。哎呦，可以哦 ，stop，没有时间哦，好啊。然后我作为主持人，想要帮大家问一件事情应该说2件，我帮大家问2件，好不好？好，你上大。好，我问一下哈，你说可以开根号乘以10嘛，对不对？对。那我问你，5开根号乘以10是多少？大家看清楚哦，他如果算不出来，以后给你们乱算怎么办？哦，我好公正哦，还帮你们这样谋福利60分啦，安尼是60啦。你看什么60？正确答案是我不管你多少，我都给你100分。哇！你看他不懂。咱票转互死了，好无？即马轮到4号哇！即马轮到4号的候选人发表政见。发表一个。好，谢谢大家，请把票投给我，我会让所有吃芋头的人都吃到大便，耶！话毋是安尼讲的，死哦。会食蚵仔的时阵，都已经食着啊，对毋对？食晒。我讲一个代志吼，现在就食 NC 这个代志，就会去互检讨啊，就食蚵仔就变。请大家，我解释一下无？因为吃芋头就是很恶心，吃香菜就是还好，因为我吃香菜啊，所以我觉得无所谓啊。我嘛是共款啊，什么意思啦？这边不是以我为主的吗？会使。好，今日你上大。还有，今日就是不一定，我就是一支雨伞。没错，太好了，有出资讯。一支小雨伞，嘿。我来照顾你，来照顾我。还有，继续有加分环节，快点。无，我就会变作业啊，我会选你的口号啊，我甲大家照顾啊，会使照顾我。唱歌会当加分哦。我嘛来唱一条。什么意思啦？伊讲，我嘛是讲，有阵歹势，我等候死的 NT 啊，什么意思？无我无这种代志，你想？好。哇！伊是你顶礼拜的看笑。我已经毋是啊。24小时以来发生的代志，拢会袂记一个候选人，大家讲，这种人敢有适合做主委啊？不要紧。好，请大家，请大家刚才在继续啦，现在就开始讲好啊。然后我在看我就任由事态发展，好舒服哦，我喜欢。好的，那我们的申论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那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的交互诘问环节。好，那顺序的部分我就不多再做说明，反正没有关系，你们就看谁出来，然后随波逐流就好。那我们的第一个就是由绿星先问，然后由雨生跟冠生答。那我们现在有请绿星。问问题是无？对。好，我要来问一个问题，要问恁两个啦。咱人讲吼，拍拼的人才会成功，毋过恁两个人拢成熟，敢是因为恁无拍拼？什么意思？这是头一个问题。成功就是咱正常讲遮尔久的 BL 漫画内底，毋是有讲甲输。拍拼的人才会成功啊，对无？恁两个人拢成熟，甚至是优胜，根本就是总输。请问这种代志，敢是因为你无够拍拼？第二个问题，我要先来问冠生先生，虽然热心嘛支持甜的豆油糕，毋过若是伊的物件足好食，敢有讨论的空间，也是其他应对的方法？第三个问题，
我要问武生先生，你要用什么方式证明你无穿内裤？大家敢有想要知影？知影了后，这对大家有啥物好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问，包括主持人、两位候选人、各位观众朋友，恁今仔日的宵夜要食啥？啊呵，不用把时间放大哈，他的第一题问的太好了，再讲10分钟都可以，好不好？没错，好的，那我们就先有请我来看一下，我们先有请2号候选人来回答刚刚的问题哈，你有2题需要回答，来。不要紧，关系第一个问题吼，请大家，我感一句话会使讲，就是讲你想要确定本人罗先生我，敢是讲还是想，才来暗时来我房间看卖吼。第二个问题，共款是即个回答吼，就是讲敢想要，就想要确定我敢是有穿内裤即个代志，互大家2个选择啦。对，即马来我房间看卖，搁有小弟来我房间看卖，多谢大家。那我先来看看好了。那你门关起来，我要进去喽。我要进去喽。袂使啊！你是查某的，袂使。袂使吗？为什么不行？我今日若是讲，我恐过啦。你看，你刚刚都没有说女生不行，失言。这讲是哦，这讲是基对啊，你对性别有偏见哦。这款的候选人，我说不定也有很大一根呐。什么意思？等下教育部来弄问啊。教育部先生啊，歹势啊。谢门啊。好，那让我们感谢老红刷，然后让我们换下一位那个林冠生上来回答一下。你也有2个问题啦，好不好？好，头一个问题吼，讲成功承受的问题，我毋知影我是安怎爱承受即款的问题吼，毋过，其实头拄仔我有看到信众朋友吼，咱的选民朋友选有讲，冠生是讲对即个问题吼，其实我是感觉大家心内家己选择就好，无要紧。因为冠生实际上是一个做清气的人，就是我袂甲有生即种就是我袂甲同事吼有即款高高甜的即种较互人观感会无好的代志是袂发生啦。就是我嘛袂。好，安尼大家知影吼，嘿。好，等下。在你说这句话之前呐，你要不要低头看一下？你露了一条很深的乳沟呢。免客气。你可能比陆羽生还要污哦。大家自己心里有想法了吧？免客气。我无穿内裤，无穿内衫呢，什么意思？香。哇这就会使。毋是啊，伊即马即种面你嘛会使，你真正是无经验呢。你是什么意思？他为了这场选举，他闹这么多，牺牲这么大，你还这样子说他？你即马看。即马是寒天呢，足寒呢。你我是讲话，伊即马即个面即个鼻孔，你即马嘛会使不要紧啦，就是。你的鼻孔明明就搁较大。你可能就是即马就是伫在世的时阵无食过好物件啦，你种嘛是会使。毋是，我无时间回答第2题啊。没关系，加时，好不好？第2题也很重要啊，第2题很重要。好，那来继续。好，毋过我袂记住第2题是啥？第2题是。第2题就是绿星她是不是全世界最可爱，然后最赞、最正的妹子？请回答是或不是。这当然毋是啊，因为这个第1名绝对是咱的希尔代人，对无？绿星你怎么看？毋是头拄仔第2题是。导游哥啦。对啦，你讲啥物物件做好食，敢会当就是搁考虑一下伊若是物件好食，伊的导游哥就应该是甜。这是你敢有了解我的意思？就是
若准伊物件好食，伊豆油果就袂是，伊豆油果就袂无甜，嘿。所以咱若要扶持一个产业伊的进步，咱应该爱互伊辅导的即个机制啊，哪会是直接甲拆掉？哎呀，伊要出来做生意，伊就应该爱有无好诶呢，啥？就是伊啦，就是啊林冠轩的意思是，现在我爱甲你解释你的境界。林冠轩的意思是讲，伊若是讲伊的物件好食，那安尼伊的豆油果一定是甜的，就袂有即个情形。刘心的意思是讲，完了他听不懂我是安怎，我爱解释刘心讲的问题。刘心，好，没有关系哦。那个智商问题，我们这边没有多做讨论呐，吼。大家这叫好酸民，这叫好酸民，看你在算，大概在数看嘛。你到底是咧讲倒一个？对，到底是在说谁？敢不敢指名道姓的讲出来？下回就喊了后，才知影阿嬷的话无啊，我无讲啊，无讲啊。恁两个拢咧拖时间，心看安尼我嘛要唱，我无唱着啦。后一个是我问题呢。哦，那安尼，哦，袂使，我爱问啊。对。好，李爱萌啊，好，那我们直接欢迎雨生来提问。好，这个严肃的心情。首先就是我的头起身吼，我先就问陈小姐有三题的部分。第一题关系猪公片的部分，你敢知影其实主要代理人大部分拢是爱食菜的。那安尼猪公片的部分，敢是咧食肉？敢有违反咱迄个代理人诶工课规定的问题？你家己就无照规定啊，即种代志吼，你家己要检讨。第二个。女婿的家己达的人员的配置，以及伊的迄个人力的资本的开销，敢会使请陆天宫吼两位候选人，恁的财政爱透明、爱公开。好，第三个嘛是上重要的关系转时导影的部分，你是安怎有自信吼？信众会看到你即种歹教的想要来庙里，看到你我就无想要来啊。对，这是对陈小姐的。迄问题，你的时间已经够啊呢。你时间已经无啊。对啊，你问题哪会遐济？对啊，我就是一个，无我是为民发声吼。好，那安尼就是凊彩讲，就是林冠贤，你敢知影教学组内底迄个牛介做猪？哦，你搁咧问哦？你头家嘛是徛猪呢？你嘛是袂使食猪肉汤啊？你袂饲呢？第二题吼，请问家庙变做阵哦，敢是咧学三分节，号做挪啊先知吼？无安尼讲有智慧财产权的问题。请问林先是安尼举动，敢是无智慧，还是无财产？哦，第三个上尾一个问题。后摆紧就这两题，这两题。啊无安尼吼，你讲你是一个大白痴，吼，你安尼讲，我就再给你10秒。安尼免，有骨气哦！哇！下去。我有够巧，不要紧，我突然撼动到，对。OK， 那我们就来啊。那我看一下，再是那就由冠生来回答一下哈。好，头拄仔即个问题吼，我甲教科书的牛改做甜，安尼我就是咧食猪啊。阮头家安尼到底无关系猪甲牛惯性是安尼想吼，就是这甲讲甲收共款啊，就是一个人是讲也是收，甲一只动物是猪也是牛，其实这拢是人互因的命。其实因本质上无遐尔啊，就是本质上因拢是动物嘛，拢共款吼。伊到底是猪还是牛？这其实是咱人的心内家己决定的。对我的问题去，就你无针对我的问题去回答，就即种候选人呐，敢会使就带领阮去一个美满的未来，大家想看。我感觉我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啊，就是阮头家徛的到底是猪还是牛？这其实是大家的心肝内家己决定的。惯性食的是猪还是牛，嘛是惯性的心肝内家己决定的。嘿，
所以你的分数就是要变偌济，嘛是你心肝来家己决定的。大家拢100分，好无？哦哎小但小姐，这毋是我的问题。还啊，有第2题呢？即摆袂啊，袂是我啊。什么意思？我哪会听无？要林神奇回答。啊，对。好，你的第2个问题吼，就是讲即个智慧财产的问题。吼，你问讲冠星是无智慧，也是无财产？吼，冠星就3项无。吼，无智慧，无财产，无要紧。吼，无要紧，拢互你讲，拢互你问。安尼倒一个候选人吼，定定咧使用即个语言的目的。哦，大家心内家己知影。来，时间到，是尴尬啊！时间到，送他下去，哦拿下，把他抹掉，把他抹掉啊！你就无智慧人哦。是。往哇！没错，花就是心。时间。首先头一个问题就是低公平的部分吼，你敢知影？其实这你的问题。你敢知影低公平其实有数式的，伊有大刀做的数式的呢。我即摆去高雄的时阵，因为有去迄落食菜的迄落，所以讲他们谈小食价菜吼。哈你即摆去高雄以前你食的拢是真实的迄个猪肉做的地公。毋是猪肉，鱼肉。哦，鱼吧，对啦。那安尼我无问题啊，即种候选人吼，大家心内有数。对啊，即种连猪甲鱼拢分袂清楚的候选人。分袂清楚的，毋是我，是伊啊。我知啊。互相分袂清楚啊。但是伊食肉呢，顶个先像诶。大家嘛拢知影。大家拢毋是食吧。你嘛啊？多谢叫他牛牛。像着心即种知影感恩的人，一定是好的候选人。你是讲你甲鸡仔食去的时阵？我有甲讲多谢，即摆我有较紧甲开掉。就愈使交味店人员配置的问题吼，这财政透明公开，我请袂讲处理啦，多谢袂讲。即个立体投影的部分，我是安怎有自信？若无，就囥你啊！囥你，大家敢会较想要看？大家敢会较想要看？就有小应该是无内底。即个回答我就满意的，多谢大家。你是歹教哦？你是安怎有自信？我是讲大家有自信，我家己就毋是你是安怎有自信？看到你即种歹教，会阁想要来庙里？哦。无嘛？我看到你就阁想要来。你头想要讲啥？你头毋是讲爱坑我啊？时间到啊！哔哔哔哔哔哔哔！真守时。哇！我不要紧，第一次看到这么守时的还有我呀。好的，那让我们看一下。哎呦，没有关系是不是？哦，那就真的没关系喽。我们直接下一位喽，耶！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是冠生来提问。好，那我们欢迎冠生。好，多谢大家吼。免客气啦。OK。真神奇。我先问吴先好啊。头拄仔吴先讲到即个代理人爱食菜吼，安尼我想要问吴先，是安怎你定定咧食盐水鸡？而且你敢知影新川又饲一只水鸡？你食盐水鸡，甲水鸡差一字呢？你安尼，你莫笑严肃，你安尼敢是咧造成伊的惊吓吼？顶摆你互新川食烟肠的代志，我都无要讲啊吼。毋过安尼嘛算是已经讲啊。好。刷来，我嘛要问律心一个问题吼。律心的政见吼，真强调甲美多大的合作。冠生是要请教，就是咱知影要维持一间店，需要即个会计的技术，就是算销的能力。我是要确认律心敢有即个能力，所以我要问你，设使讲咱逐份咖喱饭成本是60箍，逐工卖出100份，店内底请三个妹度，逐个人逐个月薪水是3万，请问逐份咖喱应该要卖偌济才会回本？好呀。好，你只有要问绿星吗？你还有没有想要问雨生的？吴先问一个问题都有够啊。好，那给你看在你的乳沟上。多谢。你会当豆豆看，加看一看。
谢谢。什么意谢谢思啦？哦，师兄是一个教育团体，我即摆是差不多是我就是我讲一个真实的数据吼，即摆若是讲继续话的，即摆嘛是会使做你阿公啊。你阿公的迄落你嘛无紧食哦。哎你想一下啦上老呢？你的下面我都可以看了，好啊不好？你觉得我在乎这种小事吗？啊，反正没有没事，好不好反正伊的下骹嘛是小事。我刚才是记得我关们是一个心教育团体啦。你嘛想要讲这吼慎？言哦。好的，那我们来欢迎绿星来回答问题啦，好不好？那个吃咸水鸡狂吃猛吃的绿星啊，迄毋是我，迄是吴星，哦，还是乌星吗？就是后壁迄个麦豆大会计技术，迄个是门外的。你头壳足清楚呢。拜托，我要做好酸林，要做迄个主意。哎呦，大班头壳无清楚，大班刚出来啊？就是袂足济才会回本啊，就这是偌济？足济啊！多谢。啊，就是你爱袂足济啊，你敢还会记你题目？袂记只。安尼是毋是爱搁甲你讲一摆？大家看清楚，好精明我啊！有印象中就是你的这个题目应该有问题啊，哈？这个题目有问题啊。题目就是爱有问题才好做题目啊不。是，你头拄讲咖喱饭的成本是60箍，嘿，啊，毋过你无讲咱卖偌济啊，咱定价偌济啊？哈？问题就是问讲你爱卖偌济才会回本啊？毋是偌济碗，逐工卖100份，我这把哦，大刚啊，就是100碗啊，啊是问讲你爱卖偌贵才会回本？偌贵？毋免足贵啊。安尼是偌贵啊？安尼是几箍啊？安尼菜单顶面的数字爱写。代志啊，你母毋着代志啊，伫麦当当消费重要的是，甲麦当翕相呢，甲麦当讲话，毋是干那翕相嘛会当收钱啊，对无？我头拄仔向想着，对啊，偌济啊？收偌济？偌济？偌济就是遮尔济啊，偌济啊？啊，OK，对。智商显露无遗啦。哦哇，就是安尼啊，哦，哦，不袂歹啦，袂歹啦。哦，不要哎呦，好的 OK，好还有问题知影吗？吼？绿星只有一题是不是？对嘿你看一题我就够伊讲啊。问题啊，哦，你这样子啊问题啊？我好这个啊，那我有嘿，淡薄仔袂记得伊头拄仔问我啥，因为我即马咧算伊迄题。你俩要替伊算啦？哦，安尼我是毋是该问一摆啊？不要紧，我知影，我想起来。哎好呦，好今日记来换你忆好哦。换你，对，所以讲即马感情娃娃。嘿，瓦蒂啊，针对林先生的迄个问题吼，头一题讲代理人爱食菜，是安怎我食咸水鸡？你咧符合清楚一个代志吼，我即马嘛毋是代理人，我是地基主。地基主是初一15吼，月底嘛是拢爱摕鸡腿便当吼。即种行动事是做啥物代志的代理人？但伊拢毋知影，就是逐工关咧，就是礼拜差陈小姐，就是大家家己迄个房间内底迄种人吼，还是大家想看觅。对，是安怎？你定定咧食咸水鸡？咸水鸡甲水鸡讲是一种物件，讲是一种物件。即种咸水鸡拢甲水鸡拢分无清楚的，两位候选人吼，大家应该着知影，乐天宫的人拢无读过啥物册。水鸡甲鸡食起来足像的呢？你是毋是无食过啥物物件？还有知影应该就是食烟枪到底是卖水食烟枪迄个代志吼，那安尼你爱讲即种代志食烟枪，我嘛无讲我是互伊食真正的烟枪啊，烟枪。你没有讲过？烟枪会使就是代表足侪物件，啊嘛无一定是食。所以你给他吃你的 N 强啊？哎呦，不要紧啊，大家会使着想看觅嘛。我即摆嘛无做就是特别的回答，规律着大家嘛无针对我的问题伫咧讲嘛，不要紧。
哎哟，这种起毛卡油的候选人，好大家这问题吼，幸福大家，咱幸福大家幸福民众，多谢大家，多谢我的选民，多谢新客票，气啊！多谢行政，多谢。你到底甲啥物物件幸福信众啊？演强呢？对啊，笑甲破音，你讲要砍袂，根本叮当啊！我喜欢这个冠声不错，加一分加一分。耶耶，多谢希尔。不客气不客气，哎，不错啊，好不好？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交互诘问的环节啦，好不好？可以，大家应该从就是这样的对接里面听出很多资讯的啦，哈，稍微重点整理一下，就是有一些香肠，然后也有生很多孩子啊，然后也有就是智商的部分，然后也有一些事业线，好，大家应该心里都有个底啦，就是到现在，相信大家心里应该都有自己喜欢的候选人了，哈。那我们进入最后的一个拉票环节哈，等一下就是请各位候选人帮忙做一个结论。好，那我们就由也是一样1、2、3哈。那我们欢迎第一位1号候选人陈绿心。耶耶耶耶！好，大家啊，我跟你讲，其实安尼讲来讲去，大家可能会感觉，但就是拢敢若想要食物件尔，对无？对。事实上，食饭就是安尼啊。食饭就是安尼足思想的代志，就是咱逐工拢爱做的代志啊！啊，食饭就是爱食好饱，安尼才有体力，通好创其他的代志嘛。啊，我希望这场选举会当互大家思考，大家逐工啉食的关系，就算真正无选掉，就心嘛会坚持推送这个小雅的这个议题。啊，头拄啊，有问大家小雅要食啥？2位候选人拢回票，无要问，无要回答我这个问题。啊，毋过各位信众朋友啊，若是你的回答是有食宵夜，那安尼你就知影你等下要食啥，嘛知影你等下要投互啥物人啊吼，对无？2位候选人嘛共款，若是你无食宵夜，即款连宵夜要食啥拢无决定的候选人，敢适合来做咱的主委咧？请大家想好斟酌。就是今仔日的宵夜，想要去食夜市仔的牛排，迄种会当家己烘焙食的牛排店，有够赞呢！佮爱食足侪番麦汤，加足侪胡椒，提供互大家参考啊！啊，而且，迄个面啊，迄个面，对，咱着爱先大仙锅巴肚生活，才袂艰苦，知无？啊，爱记住哦，一天3顿食伤少。加食宵夜，拄好的即个口号。若是你有认同，你爱投互啥？投互1号陈绿心。啊，爱记住，夜市仔牛排的面，爱食黄面，爱食油面，安尼才会好食。而且迄个酱啊，一定爱食综合酱。食阿罗嘛会使啊。宵夜就是你甲爱食啥就食啥，宵夜就是一天的结束。若是你一天会知影过了无介好。就伤心，互老师骂，互头家骂，考试考无好，安怎，你就伤心的。伫你要困之前，你若是会当泡一杯小滚滚，敢若上烧啊，烧烫烫的可仔粉，佮加一点棉仔糖伫顶面，啊，人间的享受啊！所以大家啊，请一定爱记住食宵夜的重要性，爱记住一天3顿食上少。加食宵夜拄好，大家对我讲一摆，一天3顿食上少，加食宵夜拄好。若是你有认同，请投互1号陈绿心，1号陈绿心，请唯一支持1号陈绿心。多谢大家，我就讲到这。哦，厉害，现在时间抓的刚刚好啊，听的都饿了，好饿，好想喝可粉加棉花糖哦。你说巴豆腰不错，饮饮料啊，哦，不要紧，哎呦，他有意见哦，看清楚，哈，绿心他有意见哦，好，知道等一下该做什么了。哎呦，不长的哦，就是对单小才有意见才出来选的，好不？为着咱民众的
啊，希尔，你姓啥？你敢嘛是姓陈？你敢就心共款姓陈对无？陈希尔，哇啊塞，你敢有意见？耶！什么意思？我哪会完全听无，什么意思啦？我姓谭哦。我等一下去推特改名啦，好不好？啊，哈？我完全听无，就心咧讲啥呢？什么意思？虽然讲听无，但是听起来敢若是。听起来跟他爬带，吼，就是哦，会使会使。好，没关系啊，小朋友大家体谅一下啦，好不好？好哦，那我们再来换我们的2号候选人呐，罗红香。好，你今日实在是你两位，我互你看，你两位互相就是无良无心嘛，毋知影是安怎。哦，不要紧，好，多谢咱的主持人。方，哎，对，啊，多谢我的对手，我袂就是甲恁就是计较遐尼多，因为我今日是为大家服务，大家叫啥就叫啥。今日的辩论吼，虽然大家拢发甲足大声，但是我知影吼，完全无参考的价值吼，多谢。甚至讲我已经开始袂记得我家己来遮是要创啥，但是无要紧吼。虽然讲我家己毋知影我选举咧创啥，但是我相信我的选民会做出上正确的选择。或者恁足侪候选人是安尼嘛，选调嘛，绝对无问题啦吼。我来遮参选的目的，敢若有3个，就是公平，搁有恁大的公平。我主张有无清内口的权利，我嘛主张大家有袂当食盐水、食草的权利，请大家莫食盐水。我搁主张大家有甲票当互我的权利。上尾，就是搁一届感谢我的感谢咱的主持人。他说讲，会当试看卖牛仔有蚵仔的牛奶哦，另外的牛奶，我就会当甲伊讲。哎呦，哎，你讲啥？我吵到我刚刚吐了，我听不清楚了。哦，恁哪的啥？恁哪的？来给我1秒钟都点袂落去啊！但你看起来就阮的迄个时间吼，还袂到。嘿，时间还袂到。错个就伤心事件呢。我来卖一个物件吼，即摆吼大家有受过多的困扰无？即摆现主是只要30块就会当登记一日水某伫罗湖，不是罗湖乡，哇，哇，改名，要内底。好诶，我家己先甲家己拍拖啊，就会使登记咱一日水某伫罗武生的酒表内底。其实这嘛无啥物好处，就是逐工外某吼，阮工牵手就会食醋，伊食醋伊就会注意我的感情就会加添一寡刺激。就是拜托大家，一工一个红，抢救罗武生的感情生活。所以说我已经了毋对啦，多谢大家，感谢罗啦，好，多谢。好，刚下老好心，那你可以再念一次吗？你叫什么名字？罗武星。哦，好心，好，刚下，阮刚下啦，好。是什么？是这条歌是意思是？即摆有第3个是第3个亮法，无要紧，就是今日投票就是投罗武星的新名，要改做啥物名安尼？哦，帮你决定一下新的名字，可以改名之后重新好好的做你的地基主啊！好，从今以后不要再吃芋头，多吃点香菜，对你有益处。好，把它灭掉，快点，不要让他有讲话的空间，快点，让他永远的闭上他的嘴巴。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老红虾。好，那再来是我们的最后一位，第3位就是林冠生，欢迎。哎，大家平安，我是冠生啊。好，好，迄是啥物意思？迄就是时间咧增加的声。哦 ，OK， 好。头拄仔陈小姐讲到一个足重要的问题，就是咱宵夜要食啥。我想要回应即个陈小姐足有建设性的即个讲法吼，就是咱若是知影宵夜要食啥，咱就是知影咱的未来要为倒位去。所以冠生嘛甲大家分享，冠生决定小等咧，冠生的宵夜要食碗粿吼。即个碗粿代表啥物咧？碗粿其实代表的是一种保养，因为包容，因为
碗粿，碗粿本质上伊其实就是米，甲足侪无共的料包伫内底。其实冠生就拿一粒碗粿共款，足有料。冠生愿意包容，无共，你是咧笑啥？毋过我会哈？即种是伤容易去用拍断的迄种，无，当然是算。这是咧尊重无共的声音吗？咱的选民若是有啥物话想要讲，咱就爱互因讲出来，咱才会了解因有啥物需求。这才是一个政治人物应该爱有的即个风度。安尼好。所以呢，今仔日其实足欢喜会当甲两位毋知影咧创啥的候选人同齐来交流。即个毋知影咧创啥其实一定毋是因的问题啦，一定是因为冠生佫无够了解因两个所以若是有机会会当佫交流一下，因为冠生想要深入了解。对，要偌深，迄著是咱有机会才讲好。相信今仔日毋管是啥物人当选咱三个转去嘛，犹原是好同事。非得有个人当选嘛是袂做代志嘛，所以其实因为咱三个拢有一个想要为信众朋友来服务的心毋过冠生爱请大家注意主委应该爱是迄个上界有责任感的所以大家爱会记毋通选较无责任感的一定爱选。你头先是想无啥，要讲啥物？无我想讲应该袂当直接讲人的名。即种即种黑白甲人拍断的，所以大家爱会记就是一定爱选择会逐工踮伫庙里的即种候选人。我踮伫庙里，毋是因为我贫大是因为爱互大家随时要找我的时阵，拢找会着啦。小等就你小等就你今日就徛门口大概拢是我咧徛。从今天开始都睡外面了，好不好？这我会感冒呢。不要紧没关系啊，没关系。安尼我都袂当到。你都已经穿到很少了。你每趟都会使点嘛？你每趟拢我隔顿工就感冒呢。嘛不要紧啊。讲有差。恁看即种无要伊别人的身体健康的候选人啊。我毋是无要伊别人，我是无要伊你啦。即种差别对待的候选人啊，大家敢有听到？大家看好，现在正在打情骂俏哦。我这就代志你现在正在为爱吵架哦。等一下可能就是为爱鼓掌。原底想要讲无即阵代志毋过因为是死了所以毋敢讲。那所以你们也会去吃香没有？我会食，我会食盐水啊。我应该是不是说 NC 啦香菇嘛。香菇啊。香菇嘛是安娜，佮安怎啦？好，主要是啥物？主要是辩论，选举辩论会，什么意思？主要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好的，相信好，我们现在所有的环节都已经结束了。好，我们从刚刚的申论到诘问，到现在每个人都做好了诘问嘛。那我们十分感谢林冠生，然后也感谢陈律星，然后也感谢罗侯虾。好，那我们等一下要进入一个。那我甲你说多谢多谢死儿今日多谢死儿。无礼貌，无礼貌。嘿，不客气。多谢死儿。你看细声。我听无啊。好大声。好的，那我们先进入中场休息时间，请各位观众稍安勿躁。然后中场休息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投票选出神霄新一届的主委。好，那我们进广告。爱你孤身行暗路，爱你孤强的希望，爱你含纸梦对象，在风花的正路，爱你穿着旧汗衫，背向运命守护我，爱你。All of this turbulence.
This wasn't forecasted apology. 你敢还会记得头一摆听到音乐的感动？新销唱片特别精选50条代理人经典歌曲，互你重新体验头一摆甲代理人相拄的记忆。为牛照叶会起来山脚，溪下水流逝，长山细细行梦。雨啊甲面线，一个爱藏水，一个爱日头晒干。生活无相共，想要到结果会变甲这呢？这套专辑市面上绝对找无第二套，六底刻盘，互你做一摆听互够开。请念咪卡电话0800 ABC XYZ 0800 ABC XYZ。我哪会这呢忧愁来予人看？今仔日在翕竞选广告哦，稍等我一下哦。开始了啊！各位辛苦早早上班上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第一届行销主义候选人1号陈如心。我陈如心是一个有担当的候选人，相信大家伫跳舞的海信内底，会当看到如心是一个自头到尾讲一心想要向前行的候选人。就算拍拼的结果不如意，咱嘛是一摆搁一摆来拍拼。咱爱伫生活中实践一天3顿食伤少，加食宵夜拄拄好的理想。就算过程中可能会摔落来要3500摆，毋过阮嘛是共款坚持阮的理想，互大家会当免受别人的眼光，安心自在食宵夜。你今仔日的宵夜敢决定好要食啥物啊？邀请大家伫11月21号的行销主委选举，甲票动予1号陈如心，互大家安心食宵夜。如心伫遮拜托，お願い。好啦，那咱就先要继续去练习吧，拜拜大家。乐天宫需要改变的力量，咱爱选一个敢拼、敢冲、会晓做代志的候选人。乐天宫的噪音问题，冠生有法度；无好食的豆油糕，冠生来解决。咱代理人毋通球员兼裁判，咱爱裁判兼球员。三，啥物拢毋惊；三，啥物拢愿意；三，啥物拢做会出来。11月21日，咱甲票转予3号，大家的林先生。11月12，改变、进步，乐天宫。喂，今日有时间啊？你敢知影11月26号，那是今年的9合1选举。选举年龄下修到18岁，合国公投嘛会伫即天来进行。大家拢知影台湾人少选举吼，不过相对来讲，公投的议题就有影较少人咧关注。台湾公民的投票法是为2000考试年正月初日才开始实施，其中包括宪法、乡政府决的权利。不过到达敢若举行10摆无够。上早举行公投的主题是2004年的中华国防对顶谈判，偏我政治方面的议题。到2008年以前，敢若有6案提出。不过，却拢因为登票率无够门槛，全部无通过。其实，嘛毋是因为台湾人无爱登票啦，只是因为过往的投票门定是爱超过总选举人的一半才算通过，咱总统就无需要遮侪人呢。而且，公投的日期和选举无同，
投票率自然就会受到影响。2018年修法了后，年龄提案通过的门诊降低，公民提案开始比我知的行家搁较济。2018年迄当，就增加10案的提案。降低门槛了后，虽有人感觉对岸开始变侪有真侪乱象，包括选举时票有够侪张，阁有人帮阿公阿嬷斗阵，影响到原本选举的秩序。政府讲的是好心办歹代，不过我相信改革需要过程，因为恁我的信众一定会做甲愈来愈好。2022年的11月嘛有公投案哦，甲选举年龄下修到18岁有关系。咱知影即马公投的年龄是18岁就会当转票。但是选举无哦，即马20岁才会当去投总统、市长、立委。即摆公投就是想要甲选举年龄下修到18岁，互满18岁的人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参加公投甲被选举的权利。虽望目前各党拢表示同意，不过还是有人对青少年转票有一寡顾虑。有人讲，因敢会因为一时的情绪操作，做出无理性的判断。拢是即届公投讨论的重点。不管你是同意无同意，大家拢爱转票才有准算啦。无毋对，即届门槛因为是修宪复决的顶级，所以要有总选举人1930万人一半的同意票，意思就是上无爱965万票，对岸才算是通过。哦，因为是修宪复决案，所以即摆爱年满20岁才会当转票哦。恁无参照我这个故事，伫表里讲话无人要伊。无论你的立场是啥物，你的行动你会互政府搁较知影后一步要安怎打。阮敢若会记你提醒大家转票的日子。会记得讲我的名。歹势，真正袂记得。阮是行销新民代理人 VTuber， 11月2日行李约定是出门转票的黄道吉日。再会，还会记得查囡仔身份证，搁有投票的通知单哦。耶！恭喜啊耶！对，我都想讲，无人开始耶，我是不是爱先？就是我头拄我就想讲，应该有人耶。对，但是我先竖片啊，所以讲大家应该听到我过敏一下。哎呀，你是对什么过敏？林冠新吧，还是讲你？说拢有哦。好啦，咱即马吼，就是当咧转票吼，大家可能有个人还咧思考，看应该爱转互啥物人，吼已经开始转票啊，迄毋是民调哦，我头拄搁台调呢。哦，迄是民调哦。你就是民调吧？哦，我叫是。你有咧尊重主持人无？就看卖啦。哦，你应该知影哦。迄是民调。即摆也无准讲算错话哦。即摆即种候选人敢袂使吼？哎呀！操纵选举的结果的即种候选人，大家想看卖啦，敢会使传了。大家好好想想啦，好不好？看着他的事业线，想下啦。什么意思？你是叫上看，叫上想？其实我感觉，我莫讲好啊。你要讲啥？紧讲。我原本要讲，就是4月的事件嘛，就是真足赞呢。赞呢，哎呦，好好讲话哦，这个会关系到很多事情哦。无伊安尼讲敢无好，那是讲爱讲你的识别线看起来就是无物件通食，去电去食。哈？你要确定哦？你要确定哦，律师要得1分哦。我讲敢要安尼讲，我毋是讲我家己安尼讲，吼。对。哎呦，你现在是在质疑我的事业线吗？我感觉你真好，真赞，无问题。我的事业线要生气喽。哈？他要把你夹起来喽。哈？没有啊。这袂使吧？这袂使啦。伊
伊会生气啦，袂使啦。阮哦某个咧等我等去食饭。哦，这对，袂使啦。佮安尼讲，就是教育无要生气啊。哎呦，怕啦，会惊。惊啦惊，好，惊，所以大家吼，大家注意吼，即马投的这是民调吼，民调。民调。嘿啊，伫即个正式的投票开始进前吼，今仔日就是互希尔做主持人吼，足辛苦的吼，安尼就换咱来甲访问一下，吼，请希尔，甲观众朋友，希尔呢？这就是咱表达感谢的方式，吼，请你甲大家分享一下今仔日的即个，你得到啥物心得，吼，想要到吼，原底叫是来做主持人，都毋免互人问问题啊，吼。哦，没错，结太过果，分喽！ surprise，敢有惊喜，敢有意外？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想不到我以为表达感谢的方式是给我10万块呢。无遐济钱。可恶安尼我即马随去洗碗。你想要要洗碗？去，快点，现在就去。哦，你还洗10万出来？当什么主委？洗10万出来啊！哇！谁啊？我要洗。哈？洗啥？毋是洗，毋是洗。智商问题。好，咱紧来，今仔日换你有即个限时吼。哎呦，嘛是有5题吼，小等有5个问题想要甲你请教。啊，逐题你会使。我看到一个好笑的物件，我伫爱讲。好，你讲。讲希尔投票，伫台语内底是希尔顿。哦。这就好笑的。因为台语讲顿票嘛。有顿票。哦，迄个顿。他是谁？对啊，伊是啥？下骹的迄个阮的观众。对。希尔顿是谁？希尔顿是啥？我毋知，但是我感觉就好笑。你先笑啥？对啊。好啦，就是我先插一个，就是你会使继续，啊是讲你要先听迄个民调出来啊。无咱分享一个民调。是我讲还是你讲？好，你讲好啊，无我讲好啊。好，来，即摆的民调吼，陆心摕到34%，冠生嘛摕到34%，咱可怜的武生吼，敢若摕到31%的票。这表示啥咧？就是有生毋免选啊，刷落来就是陆心甲冠生的即个。有伤少的当选。他有即种代志。恁两个若是32票，即马是爱第2轮对无？叫关键的少数对。无吧？哈？没啊，民调啦。投票多啊。好。你是要提出的意思哦？两个人的意思是你已经认输啊你？你怕了？对。我惊啥啦？惊输了伤歹看。向前行。继续是爱甲伊问咧，毋是甲我问咧，啥物意思啊？是的。好，咱来甲希尔访问一下吼，来第1题。希尔今仔日有听3个候选人的政见，大家人的风格拢足明显的。若阵换做是你来参选，你会想要提出啥物款的政见呢？来，限时2分钟，请回答。我也要限时间哦！我现在才知道不是，怎么没有人跟我说过我也要限时间？你们没有这样跟我讲过哦。叫马上时间哦。哎呦，靠马上时间哦，那如果我现在一直哭的话，我就可以哭过这5分钟。他们欺负我，他们没有跟我说过有这个环节。救我！大家救命！给我钱！没有啦，我看一下比较松快，不够松快啊？什么意思？你想做会当笑朱麒麟啊？对啊，有够过分呢！有够过分！这种候选人，嘲笑我啊！讲屁话，什么意思啊？毋是伊咧，
毋是伊要迄个回答，什么意思？即摆变我爱回答这2分钟的问题是毋？太棒了，大家多说点话，我就看着时间慢慢的流逝，这样。那安尼我来讲一个笑话好不好？好啊，什么意思？即摆是会哇，真的换人讲了哎，哇，做得方便哦，甲哇，主持人斗3工啊！哎呦，你要救票哦，安尼我来讲笑话投啊。票咯。笑话公正的第4封，今日嘛是会使投票上大的笑话。好，有 A、B、C、D 4个人在开讲。A 讲，若准有2条鲨鱼互相甲对方的尾溜吞落，结果会安怎？啊 B 就讲，2条拢会无去啦。D 就讲，无啦，会敢若剩骨头。啊 D 就讲，我感觉应该敢若剩2个，而且这2个胃内底拢有1条鱼。啊，讲了啊。倒位好笑？啊，毋过我听不懂，我嘛毋知呢，怎么办？我听不懂。什么我嘛毋知是什么意思啦？我就是编一本，就是编册啊，啊内底写的，做一个做一个候选人应该爱加读册嘛，哈啊，就心就咧加读册啊，啊，哦就毋知影是安怎伊的册变安尼。咱多谢迄个多谢多谢多谢谢谢他，谢谢他，再次展现了他精妙绝伦的大脑这。种人有34%啊，大家想看卖啊，好无？对啊，这种都袂调的，看者啊。诶，爱投嘛是投互五星，是安怎会投互刘鑫？无是，应该爱投互我。哎呀，你写讲啥？无吼，我是讲你，跟伊嘛是候选人的，没有去。诶，无要投冠哇你帮别人拉星，票哎，哦，无要投冠星上无嘛，爱投五星嘛，对无？你是安怎安尼啊？安尼会使啊。诶，好啦，送你一个 kiss。毋免，哎呦，毋发免。凉哦，DP，什么意思？哎呦，你安尼是咧回选哦？你就来啊，同齐回选啊，我马上你一不要个。紧，不要紧啊。我即摆看到美容的制品，伊讲五星若当选，五星就嫁互。那呢，大家投互五星，啊五星拜拜安尼哦，就是哈？五星拜拜，五星就嫁出去啊。啥物五星拜拜？你哪会当安尼甲人讲？哇，辱骂别人呢。对啊，你哪会拜当安尼？拜拜拜哦，不要紧拜拜。我是安怎拜拜啊？美容是啥？美容是会甲我食掉是？哎呦，听食落巴。我就不会。比如你敢若有拜神吼，你今日你即礼拜敢若有拜神吼，要拜卖收超过吼，敢若有拜神会使讲我是恁翁吼。有其他时间有人拜。对对。有一个人无说离跋倒啊，啊结果伊打爬起来，搁摔一倒，即马是要问什么意思啊？什么讲有笑话啊？伊就讲啊，早知影搁会摔一摆，我就莫起来啊。这样真的有拉到票吗？你们大家要不要再好好想想？各位信众们，这样真的有拉到票吗？你要不要再想想？那些早知影即个笑亏无好笑，你搁讲。啊，这个好笑呢。敢若你家己一个人感觉好笑尔。好，咱时间吼珍贵吼，咱紧来问第2题吼。是哦，今仔日听足侪候选人吼，即个精彩的即个冤家的内容吼，敢有啥物印象上深的即个攻防的，就是冤家的即个，上印象上深的部分哦，请分享一下。哦，有这个就可以好好来讲一下了哈，就是这个你们都没有看到了，好不好？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就是在棚内这样，然后你们看到就是即时的影像，你们不知道底下在干嘛。就刚刚啊，交互诘问的时候，然后万生不是问那个雨伞什么田鸡，然后跟咸水鸡的那个问题吗？你们知道他在这样子问的时候，但其实他们2个人的手跟脚都牵在一起。食指跟食脚全部都是紧扣的状态啦，好不好？然后你们没看到，但是我印象真的很深刻。吼，你们知道他们2个吼，真的有那个什么啦吼，但是没有关系哦，我们这边都是支持的，吼，对不对？他们想干嘛？这个 CP 都是支持的啦，吼，对不对？大家都喜欢这样子的。
有先小等下，互因，你继续讲，我等下你等下互公司。今日就困头。好，我继续，对不对？我继续哦。再来就要提到，刚中场休息的时候，哇，他们两个一起吃了好大一根的香肠哦。他们就你知道，就是主持节目啊，然后要筹备这些真的很累。哇，他们刚两个人共食一根很大的香肠，而且看起来那恩爱异常。然后我跟绿星，绿星对不对？你说对不对？这第二啊。对哦，后生人哪会当安尼讲白菜？你看哦，我们就在旁边这样孤苦伶仃蹲在角落喝水，他们自己两个人玩的火热这样哦。然后你看回到台上，又要镇定自若的哦，表现出自己该有选举人的样子。我觉得他们值得一个掌声呐，好不好？这个时代下不容易啦，好不好？恭喜恭喜！希望你们真的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好心的。讨好心，然后恁的 CP 谁好心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差不多，差不多。对我即摆已经毋是，就是注意无，就是念毋着的问题。我今日真正是会困头骹，多谢死了，多谢大家哦。多谢不客气，多谢死了，吼。贴心的我，贴心的。困头较凉啦。会当健康啊。困头骹嘛，可能嘛无头骹通困啊。什么意思？多谢大家，迄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算盘嘛足好困的啦，就直接跪落去，煮鸡饭嘛袂歹啦。哦，安尼哦，啊。安尼你喜欢睡你上介意安盘跟尼就对煮鸡饭啊。 ？OK，伊介意听，哎哦，他爱哦，他喜欢碰。哎呀，哦，无讲啥物拢嘛好。咱真正是就是尊重啊。哎呀，对啊。好，不要紧，不要紧。哦，甚至是爱甲就是斗三工，斗三工是啥斗支物意思？持伊，支持伊的意思。倒沙缸，把它用力往下压在键盘里面，好痛！你好过分哦！毋是我啦。来第三题吼，就是咱咱今仔日吼拢是用台语咧冤家吼，毋知影死了今仔日敢有学着一寡新的台语词吼。我有学到，小鸭，对，小鸭嘛，然后天鸡嘛，哦，水鸡，水鸡，水鸡，有学着有学着，明显有学着。然后有老虎虾嘛，对不对？对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啊。还有后山，对，都够合。我甲你讲啊，你着继续讲，你着继续讲。好，我着继续。就大海甲你讲，伊嘛是五星啦。还有成功，我想一下，还有说，大概跟大家科普一下，在这我完全听不懂台语，其实就是听得懂一点点啊，没有到完全，但是我就是台语真的不好这样。我看一下，感觉无啦，我感觉其实真正就是爱互你一个歌声啦，拍婆啊，我真耶！就是无你哼唱的遐尼歹啦，无啦。真正吗？对啊，安尼加落来，我拢要讲台语咯。好啊，会使。会使翻译哦。好啊。哎哟，我想看觅，我那讲呢？好，你讲。无，你先讲。无讲，我叫你讲，你就讲。那呢，我要开始讲英文啊哦。哦，你还确定哦？你确定？你确定？I 确定。哦， I 确定。好。 international. You international. Yes, and my English teacher 嘿，是冠生。无哎呦，冠生 is my English teacher. ，no。你 Yeah, good. 你教的真好，你教的真好啦。真正无啦，我真正无甲伊教，莫有白讲。哇，你教的真好，名师出高徒啦，好不好？对。免烦了。冠生袂委屈，冠我委屈。生委屈等。委屈就是委屈的意思。嘿，委屈就是
即下。摆是咧学台语还是？这嘛无学着，这根本就是咧黑白讲。委屈就是委屈的意思。嗯哼委屈哦，委屈就是委屈的委屈，完了，我连中文都不会说。哦，委屈等，对，委屈等。即摆大家讲到委委屈屈等，就哇算赠票的时阵，大家都是委屈等啦。哇哇哇，委屈等，委屈等，委屈等啦，委屈等，咱啊去等的意思。咱袂使等啦。啊哦不是为啦就是大家啊，你啦，爱去等，哦，字六对，哎呦爱等爱对等。。我爱先互，爱先互希尔讲煞啦，讲煞了后，咱才开讲吼。好，好。来听讲，死了即摆想要甲一寡信众变做你的信众哦，敢会当请你哎呦哦，用1分钟吼，这限制较严格吼，用1分钟来说服在场的信众来改变信用吼，变做你的信徒啦。来1分钟，3、2、1。阿斗，好，让我来告诉你们好不好？我知道啦，吼哦，先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目前正在养一大群的鹅，好，他们叫什么名字呢？他们叫低能鹅，为什么？来，你们好好想想看，你们是不是就是这个世间、这个社会的狗？你们又龌龊，又丑，又胖，又恶心，又没有人喜欢你们，对不对？你们看，你们赶快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自己试试，就像我说的这样，但没有关系。哎呦，这里下人像你引导，你莫甲人拍智灯，商不足也可以包含在这里面。好，刚刚有人做完美的示范，在我这边你们都是最棒的，好低能儿，好不好？你们真的很低能，你们就是社会这世间最卑劣的玩笑，没有人爱你们，只有我会爱你们，对不对？你们好好想想，就是只有我爱你们，那是不是大家可以来得到我的爱了呢？好不好？你们的第4号候选人可以给你满满的爱，请支持希尔，哔哔哔哔谢谢大家。好，得我想下要问一件代志，就是虽然讲施小姐今仔日一直咧就是念毋着我的名，对对，对无？啊，就是但死这个字母伫咧英文内底是甲 D 啊，搁有 B 的中，所以讲你敢是一种 DB 儿？等一下你再讲我一次。念毋着，我念毋着。你写公杀少，哇，你讲公几不摆？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哎，你只要生气。心哦，如心然后我 worry，水跪落来，我水跪落，拍摄，好拍摄，拍摄哎，呦，拍摄。微信可以把它压进键盘里喽。不要紧哎啊，呦心不要紧啊。 worry，有够念唔着我的名，不要紧，不要紧。哎，但是谁刚自己也念错？哈，哦谁刚自己也念哦错？你要不要自己看清楚？哦谁刚自己也念错？你在讲我啊？啊，你袂记啊？不，我爱第五题啊。嘿，第5题哦，即摆的即个跨宗教的合作哦，实在是做难能可贵啦。哦啊，因为就是咱即题问线吼，就要来登票啊。哦啊，想要请问希尔伫这最后的即个最后的即个时间，敢有啥物感性的话，想要对三位候选人来讲？啊，好，感性的话还是性感的话？我会知。我想看觅啊，因为其实听讲教育部的人已经伫咧楼骹，所以可能爱想一个。我听到迄个叮咚叮咚，对对对，即摆已经你哪有在懂小讲要试电铃啊。对对对。好好好好好，危险我危险危险！即摆规伫咧涂骹啦，我即摆讲歹势啊，请就是等小等的，对无？对，恁爱拍小等才拍，我互大家，毋是歹势。啊，OK，对，我真愿意互大家，毋是啦，无啦。哎呀，哎呀，好，讲一些感性的话啦，好不好？就是会使。感谢今天3位候选人，然后邀请来参加这个
那个举办的非常庄重、公平、公正、公开且很棒的那个辩论会，相信所有的信众们都有感受到大家在这辩论会有多么努力，对吧？就是看看这一些哦，很棒的导播的画面啊，然后看看棚内优秀的棚内，然后还有他们做的很棒的，当他也在赞叹，想要赶快来预购的那个什么专辑嘛。那个你看经典哦，每一首都是经典，现在不预购之后就来不及的那个中场休息打歌广告，这样子是不是？然后看看大家努力的那个小眼神啊，然后极力的把那个地下恋情藏起来的那个专业啊，什么东西的，真的很感谢三位的努力啦。好，我个想看嘛，哦对嘛，对吧？说的没错吧？伊就会搁回，就会搁，就是伊真正会搁想一摆，对，啊，搁讲一摆，哎，没错没错，就是像你说的一样哦。哎呀，对，有够没错巧，地回的化身好啦。啦，那我就做个总结。总之，非常感谢今天3位候选人，3位候选人也都辛苦了。那这次的合作这很难得，非常感谢你们，就是有勇气敢邀一个听不太懂台语也不太会讲的。那最后，请大家支持我们辩论会主持人4号选举人希儿，谢谢大家在这边跟大家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把票投给我，好不好？什么时候投票呢？真期待是我当选呢，哎，等下小等就加一个选项。好，真是的哦谢。谢大家，请投给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因为有一个家。人过半嘛，无想要互伊选。哇，真是要加这个选项吼。会使。啊，那做伊当选要安怎？就是另外一个宗教战争啊，对无？哇，就会变另外一个呢，就会变另外一个呢。哇，真正是的。各有朋友伫咧转门啊。安尼我互大家投，互大家投。好，会使。好。啊，大家就应该知影吼，若是讲无想要互，就是无想要互分票吼，请大家转互罗武先。好，多谢大家。哎呦，好啦，所以讲，即马爱开始咱的投票的转票的环节啦，对无？好，嘿无问题。好，请大家开始转票。赠票。啊，那安尼就今仔日我先来就是感谢吼，就是头拄仔4号咧讲的时候，我嘛是想要，毋是讲你啦，我嘛是想要甲票转互伊啊，对啊，真正有影感动啦，啊，就是阮嘛是就是足感谢4号，就是会使接受阮的迄个邀请吼，所以讲先向先为着新销的信众甲阮3个代表向4号就是说多谢。第一。个。来讲另外一个吼，就头拄仔讲迄个 DB 的，毋是做一个效果啦，就你是一个哦，毋是做一个效果哦。哎呦，哎呦，毋是真正的，是我直接 DB 了啊，毋是啦，歹势，吼，歹势，就毋是，我直接跪落来，哦。我真正做欢乐哩。无啦，就是阮的4号上水上高上高水哦。然后咧伫大家转票的时阵吼，阮先讲一个即届主题就是甲选举有关系嘛。啊，比起选举吼，阁有一个大家拢知影台湾谁选举，但是阮今仔日就毋是今年有一个较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其实是公投，对公投。啊，进前已经伫礼拜，阁有进前迄个公听会的时阵，已经有甲大家分享一寡资讯啊。啊，即马就是剩5天嘛，就是恁日6的时阵爱投票吼。啊，嘛是向大家小解即届公投的议题，对。啊是，是公投。公投。好，公投就公投。就是公投的议题哦，公投议题今仔日即届其实是到18岁，就是18岁刚袂使有选举权啊。若是18岁吼，若是讲选举权投票吼，下收到咱的18岁，啊，阮的迄个被选举权嘛会对着下收的年龄的部分去做调整。
啊，无论大家是同意还是无同意吼，遮大家就是爱出来投票，啊，恁的声音才有准绳，对，因为即届的迄个门槛较悬，对，即届是受限顶级的迄个投票啊，而且就是18岁以下的人是无法度参加即届的公投的，对，啊，搁有另外一个较重要的是，我都讲啥？我想着啊，就是即届的门槛是爱总选举人是1930万票，30万人的一半，就是965。 975啊， 965，对，965人，万9万人哦，万人965万人，才会使就是，才若是同意即个门槛，才有即个提案才有通过。所以讲，请大家，无论你是同意还是无同意，一定爱出来投票，对。啊，即届的行销做即个单元的海星吼，一般来讲应该无其他的人会做即个代志。但是阮敢若试翻一届嘛，真欢喜，就会使邀请到希尔，就是向大家注意即个代志吼，就是向大家就是呼吁，即嘛有30个人啊，希望大家会使共同来参与即届的公投案，对，多谢。好，应该差不多，我话讲完啦。要去投啊！嘿对，大家爱去投票呢。同意还是无同意啊？啊？对，你投票才有准绳，对。大家千万爱记得26号一定爱去。是讲嘿其实会当，就是就算你的通知单无去啊，你会当敢若照身份证甲印仔，嗯，啊，就算你的印仔无去啊，你会当当手印。嘿，毋过身份证是一定爱查，一定爱查，对对。嘿，好，多谢律师的提醒。好，安尼咱就来看卖咱即个即摆的票数，投票结果。哦投票结果啊，哦，哎呀，哇哎呦，竟现在我是然上尾一个哦，哇！我记你就是应该是死的。哦，你啥物意思？应该是讲希尔奈无得第一名，这遮奇怪好无？哎，有人迄个会着啊，死的现在无第一名啊。对啊我，是叫是讲死的应该是哦。对咧无真正，的转了也免伫遐讲好话啊。对，结婚甲手印，哎呦手印无去免，手印无去免喏无去，应该有卡印，我感觉应该有会当代替的代志，所以你手印无去，印你手印无去，你就当因啊，是啥物意思啊？会记你查啦。有够歹呢。不管同意无同意，投落去的迄张票才是有意义，对，讲甲就好诶。对我相信大家信众吼，虽然讲大家逐工拢咧生也是袂生，但是阮知影就大家信众吼，拢是就是伫咧关键的时阵，拢是有咧想的啦，吼。嘿，因为有咧想吼，所以会投互我，这嘛是真正常的代志。头拄死了是毋是有想要吐槽一寡物件，但是伊无讲出来，所以讲即马会使回讲。会使讲，你有啥物不满吼？趁即个时阵，讲话吗？会使讲，会使讲。无啊，我就是当做恁拢是 DB 啊。哦哇，哦，会使，不要紧，不要紧。比我咧甲我笑的，比我讲死了票搁较济，对啊，是安怎？这大家真正遐尔爱食盐水哦。诶，无啦，毋是盐水的问题对啦，是智商的问题啦。嗨，律师嘛是要多谢，律师嘛是要多谢，就是投互律师们大家啦。我知影我的面线就是气愤，做西中诶，对，就是对的。多谢大家帮律师做迄个竞选广告，啊，搁有时就咧讲做伙食宵夜啥物货，
所以我头所以对啦，我头拄是去红，就是Discord 进。你直接无去呢？你是安怎？你卖迄个票摕上少的安尼好无？迄嘛毋是我的问题啊，这是 Discord 的问题咧，不要紧啊，这个世界是我放上这个世界啊毋。是世界甲你放上。对啊，即摆无着选，就是拢是着心的问题啦，就是以后会搁拍拼，若是有第二届，大家含着心做伙当选，对，你这真正是败选敢会呢？拢是着心无拍拼，请大家26号的时阵爱会当开始哭啊，会当开始哭啊。别说你讲你家己无拍拼的时阵，唱到迄个话，对啊，听袂出来，这真明显是咧笑。吼，然后咱明仔载吼，阮的就公布吼，就是选举结果的迄个结局，对，请大家就是搁注意林冠生的 Twitter 安尼，嘿，搁有新消息。看卖新销的即间新的庙的未来到底会安怎行？好哟，好好奇啊！我应该是上爱发表迄个感谢的人对无？对，多谢大家哦，互冠星无细字，毋是讲无细字啦，就是冠星的拍拼吼，竟然吼大家拢有看到啊！冠星实在是足感动，真爱特别感谢，就是投互我的信众朋友哦，我爱特别感谢阿酸，阿酸头拄仔迄个祭品，大家敢有看到？啊，现在怎讲我什么地带啊？什么意思？所以咧，我嘛爱感谢吴先。哦，那阵我什么地带啊？就现在我是用我的肉体伫咧吹票，而且讲毋是我的票诶。对啊，讲毋是我的票咧。对啊，这到底是啥物意思？好无？这爱问阿酸呢？哦，毋过我即马足感谢阿酸呢，吼，所以多谢吴先的付出。啥物叫做冠星一片嫌伤少，三片当然拄好。哇塞！你毋是讲你是死忠的面线，啊，你即摆搁摕伊的即个？袂要紧，毋是啦，就是讲，就是选举了后，大家就是会好好监督，所以请就是关系好好做。哦，你毋免监督嘛，是有代志要交代互你做。是要毒笑，我即摆听着毒，什么意思啦？哦。啊，有时来啊，就欠你一票。对，就欠你一票哦，无细字冠星当选啊。大丈夫，大丈夫。若阵你较早来，冠星阁会当加一票安尼。哎呦，哎呦，是啦，毋是，所以就是大家20人。但是你想要看你想要爱的，就是候选人当选，请大家一定爱，就是请大家一定爱去。请大家一定爱去投票啦，莫想讲伊稳调啊是安怎，对无？头一摆有人败选，遮尔欢喜。哦，透也讲伊加一票无声啦。哈，无啊，哪有？莫有白讲好无？现在就是现在是我啦，我直接是就讲哦。现在大概迄个好诶拢毋是，有好代志拢毋是你，啊出代志拢是你安尼。出代志。注定的啦，天命啊！对啊，你应该了解吼。像甲有星做伙哦。像甲有星做伙。无，阿酸伫咧问讲，两篇同名。两篇的意思是会当一篇选一个。无啥物意思啊，太人安尼。我是足专情的查某人好哦。哇，袂使啊，我真正是。今日若是讲你写别人，我真正会跪落去呢。我真正会跪哦。哎呦，安尼就是写。会当家己写家己。家己甲家己。对啊。家己甲家己有啊。纯粹推杀。推杀啥物？罗武生含罗武生的四会鬼的迄个四会鬼的小说，大家当搁去看。啊。无要紧，我感觉其实大家拢是就是，这就是啥？这就是名嘴啊！哦，这就是名嘴的迄个
选举，不要紧，不要紧。就是今日毋是选举呢，是选我的同人文呢，哈同人文哈主题呢，哎，哈什么意思？哈，安尼是安怎死的嘛？伫迄个选项内底，这无，对啊，这事情无讲呢。无啊，你林冠星的迄个，有先甲死了，无啊，无即种代志啊，这袂使啊，咱是对啊阮是保护查某囡仔的团体吼。教育团看不体出来呢我就去看袂出来呢，看袂出来呢，遮好哦。看袂出来呢。头拄就是。毋是吼，冠星嘛是查某囡仔。阮的迄个套啊，就是讲趁即马爱甲死儿告白，伊讲死儿就高追的。哎呦，我今仔多日，谢你。对，我今仔日迄个已经就是甲套啊斗传达啊吼，所以讲你未来吼票爱转互啥，你家己会使想看觅啊。已经在想好改，哇，哪呢？有人咧抗议，讲选项无妙讲。对嘛？好，然后咱今日嘛，是毋是差不多啊？对，今仔日差不多啊。该选举会嘛是差不多到遮吼。多谢大家参嘛是与。爱就是嘛是爱提醒大家吼，即马就离迄个投票日，阁有5天，请大家26号26一定爱会记得去投票，对，多谢大家。那安尼今仔日是毋是差不多就到遮？感谢大家多谢。大家。我敢会当讲明仔载海信，好，互你讲。在明仔载暗时几点啊？8点，热心的频道有请真侪人来图代，所以大家会当大家会当来看。9点的时阵，你先你讲。讲。9点的时阵9点的时阵，阮会讨论一寡顶礼拜发生的事实，是伫我的频道，对。大家使来望看觅啊，会使一概对2台啦，就是你大家耳仔会直接无去的迄种。哦哟，好，那安尼就宣传结束。死了刚有想要宣传的代志，明仔载敢有开？明仔载明天不开。宣传就是讲无开安尼。没错。安尼就到遮，大家拜拜。拜拜。拜。再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